乌面腊尾因为数量真少，所以伫全世界拢是非常珍贵的保育类动物。其中因为台南沿海地区是因过冬的一个重要所在，所以政府甲野鸟协会等相关的单位拢持续投入保育工作。今年观测发现，伫下甲湿地有高达473只破过去的记录，呈现了保育的成果。1月16号、17号前2天，全球黑面琵鹭的普查的时候，那个我们水饺湿地那边呢，就整个台南地区这边有3000多只嘛，台南地区那边在水饺湿地那边有473只，473是破了往年那个全球普查的记录。但因为乌面腊尾有时阵会食到死去的鱼仔，造成肉毒杆菌中毒，或者是受伤的状况。加上今年寒流较严重，所以对去年12月份开始到现在，陆续发现了几只中毒的乌面腊尾。经过抢救后，有3只恢复健康。19号下午，伫市长委托甲野鸟协会等相关的单位代表见证之下，重新来野放。我们最近这1个月大概有陆续的收到12只受伤生病的黑皮，都是被我们的巡守队员或者是热心的民众通报，然后捡回来的。那其中有6只都是当场后来就是很快的就死亡了。那有6只暂时是有救活下来。那今天野放这3只，就是那6只里面3只状况比较好的我们经过送回去南投集集的特有生物中心那边有一个专门在训练野放之前他们的飞行能力的地方，那确定他们是可以野放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这边野放他们。亲自参与野放的市长委托，除了感谢相关单位的协助抢救，也强调市府会持续伫保育甲环境的维护来做努力。我们对于这个黑面琵鹭友善，还有对于证明从过去在台南县的苏焕智县长的时期、陈唐山县长的时期，一直到现在，我们台南市一直是对于黑皮相对友善的地方。那我们在台南市来台南这个渡冬的黑面琵鹭的族群数量也越来越多。那现在也除了台南之外，也在嘉义的布袋，还有这个高雄，甚至台湾的西海岸，北到宜兰，也都有黑皮的足迹。我相信也期待说黑皮的这个栖地的这个经营，还有黑面琵鹭的照顾，能够让台湾在黑皮的原生地的地方之外，在海外一个最重要的据点之一。我们希望说朝这个目标而继续努力。农业局提醒民众，如果发现乌面腊尾出现无法度飞，甚至是坐伫涂骹、喙开开、红仔棍软落来等感染到肉毒杆菌病毒的特征，会使马上通报予市府农业局，或者是抢救后送到驻外动物病院，争取救援的黄金时间，提悬乌面腊尾存活的几率。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